来甲镜头刷落来高雄，来关心前金区一场工地的施工，结果海边啊7户的人家，这个厝是歪错，将做危险的大楼。早起市政府确定安全暂时无问题了后，开放予住户登去厝摕重要的物件。有咧做生意做食的，是等于摕蛆啊、摕袜啊、盘啊，啊，搁有人登去摕孙仔要读册的册牌啊。啊，要有住户回到现场，看到本地好好的厝，安尼变款走精，是伤心痛心，抢这个建商爱负责。透天厝厝对倒边红灯灯，工程单位摕物件甲铁门挂掉，互店家来摕物件。前金区自强1路建地施工，害7户变危楼，一透早住户转来搬鸡腿。料理帮衬，10分钟里面让我们直接自由进出去搬一些东西而已。店家动作真猛，甲生材工具搬出来，赶紧离开。毛民众要以孙仔读册要排的新册牌啊。这个事后可能就要，搬家公司。再来搬对。透早确定安全性了后，讲市府开放危楼住户去厝内搬鸡腿，希望民众先摕重要物品。基台电器考虑到安全性，无法度搬。现场有住户看到厝变做安尼，情绪真激动。建商要负责任啊！我们心里很痛苦，很伤心，晚上都睡不好。我们的资产有这个很多，所以这没有问题。透早总共有20位住户转来，不过考虑到安全性，只好干那2个人会当入去。另外，外界质疑建设公司的资本额干那3000万，敢有法度负担赔偿？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